南科 FG 的区段征收进展的可以说是非常的顺利。那么最主要呢，就是我们全程资讯公开透明，那照顾到民众的权益啊。那所以呢，全区100公顷里面，大概有61公顷呢是我们的住宅区跟商业区，可以为南科的科技人、南科的就业人口提供居住使用的住宅使用的土地。那另外呢，也解决了南科长期以来缺乏大型商业用地可以招商的这个问题。那30几公顷的公共设施里面，我们开辟了道路，还有公园。那其中呢，公治7跟公治8两个大型的公园，它有兼做滞洪池使用的功能，可以吸收地表的径流，让这个全区都不淹水，并且呢，也建置抽水站，那容纳了大概75000方的这个蓄水量。那这边的公共设施，我们也建置了特色公园让民众可以来这边休憩。危险较大的所在，这过去也是一片农地啦吼。这厝安尼建设者，然后大部分区拢喺阮南管理内底啦吼。开发起来以后吼，对阮地方的发展吼，会非常的有足大的帮助啦吼。嘛，产生咯大家吼，以后对这生活机能好的时阵吼，带咱留咱地方的人才啦吼。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钱财，关注台南市南科特地区开发区块 FG 区段征收工程顺利竣工启用。那完成这个区段征收，总共有100公顷，中间包含住宅区跟商业区，全部都是精华区。那可以提供来南科就业、生活或周边的民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也可以宜居的一个好的环境。那这54公顷的住宅区可以容纳将近15000人，让很多这个朋友在南科找到他的家。那未来的发展无可限量。那而且也创造了一个新的一个里程碑。什么里程碑呢？对地上物征收补偿没有意义，对于土地分配没有意义，那减少了很多过去土地重划也好、区段征收也好的一个纠纷跟诉讼，创造一个100%完美的记录。那我相信在全国各地的区段征收跟都市计划啦、都更啦，或者是土地重划，一个100分的例子哈。所以说南科土地区段征收 FG 区是100%完美的。我们也希望这个例子能够持续推广在许多公共建设跟公用土地的取得方面，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带给南科的发展画下一个新的里程碑。大家好，我是杨顺怀，欢迎收看1月21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嘉义大埔21号半暝仔发生规模6.4地震，造成台南市南西区民族路一外间厝崩起。市长王伟体第一时间就到灾区了解状况，慰问灾民。来，我们破门了，来，可以出来了，还有办法走吗？来，进门出来了，小心。21日地震造成南西区侪间房屋损害，警消人员破门将受困的民众救出来，随即由救护车送医治疗。不止这有灾情，在南西区民族路的透天厝，嘛有2位民众受困，消防人员现场架楼梯爬上2楼来救人。市长王伟体伫地震后，就马上赶来灾区现场了解状况，并慰问灾民。我厝坏去啊，要安怎？哦，市长来做主啦吼。你厝有严重无？你住地？我住地啊，中心路。厝拢害去呢啦。系啊。你穿较少呀？我来请公所甲工务局甲你统计起来。台南市也会施用我们的灾害准备金来帮助灾民。那请中央也可以帮忙协助，因为这次的灾情大概集中在南部。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让灾民赶快恢复正常的生活。如果污损的部分赶快鉴定，如果达到不堪居住的地方，就要贴黄单、贴红单了。那到时候我们再动用我们的灾准金来协助灾民生活恢复。那该修缮的，我们想办法来帮忙。
伫救灾现场，市府也为民众准备了寒天的衫，也请公所早时送来小小的早顿，希望会当让灾民度过这段时间。另外，为了协助南西区灾民复原，市府嘛立即宣布南西区21日停止上班上课。记者张淑维采访报道。规模6.4地档，台南市侪所在拢传出灾情，药井大楼结构变形，公庙牌楼嘛有损伤。晋阳边仔的南西区厝内红砖落甲规四架，壁嘛有壁损，居民是马口无目屎。药井社区大楼的警卫室破一个大坑，水管嘛拢壁开漏水，规栋楼直接外高变形。客家大湾亲济宫牌楼顶的遮帘落甲碎糊糊，安定保安宫的三线倒头栽，南西区的一间东福宫顶座落到涂骹旧惨惨，连生命嘛拢煞毁。遮帘的这铃啊吼，铃这转这啊甲这遐拢歹去，拢一歹，这可能若修理起来吼。要算8万以上啊！对无人机画面来看，民族路、中兴路面体嘛受损严重，有的还阁放弃镜头来到厝内，红砖态度落甲规四架，路拢无法度行，壁嘛出现壁损。厝的墙啊倒落来，啊，就去互跌着，砖啊倒落来，啊，要讲着头。啊，迄轻工者，啊，迄阿毛土壁吼，拢倒落来啊，阮楼顶阁较严重。厝拢放去啊。放到足严重的，啊电锁啊规个拢袂当入来困，阮拢困伫外口。居民的损失歹估计，自透早无用着清理家园，只希望这个年会当平安度过。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南区新兴国体地区因为商机发展，现有停车空间不足，议员李敏燕甲交通局会勘，初步会甲新建甲新兴路口。一块国有土地变做停车场，预计5月底完工。位伫南区新建路甲新兴路口，最近因为大型餐饮业者的进驻，加上未来还佫有册店，附近的商机无限。加上农历春节就要来到，附近的里长反映，车潮甲停车将是一大的问题。因此，透过议员林美燕，希望争取增设停车场。上午会同交通局停车工程科来会勘，希望释出新建路甲新兴路一块占地大约2200平的国有土地。停车问题是现在面临最大一个问题啦，在我们新兴路跟新建路这个地方，本来停车就有很大的问题了。那最近因为配合我们探索马里还有成品的进驻我们起效17个停车格，2位里长面临的很大的一个压力啦。尤其现在又面临要过年过节了所以大家很多返乡的好朋友又回来了，所以我们有看到在新建跟新兴这边有一块很大块的将近2200多坪的空地里面。我们交通局也赶快及时的去做规划是国产署的土地即将会规划成差不多未来是250个位置那可是因为来不及把它规划完成，应急到过年节，所以现在2位里长跟我们就请交通局现阶段先做初步的整地，然后在24号就即将开放给我们民众为期11天的免费停车啦。对此，市府交通局科长回应，目前已经甲国有财产署来合作，要来争取闢建停车场，预计农历过年以后会来增建。5月底就应该完工。这块地大概是那个7500平方公尺，大概2200平左右。那我们现在跟国产署在合作批建停车场，那预计会在过农历年完成，农历年过后会开始施工。那工期预计大概130天左右，预计希望可以在今年年中完成批建。那完成批建之后，会是一个收费停车场。1月24号中午12点到2月3号中午12点这段时间，暂时开放让民众免费停了。那过完年后再请各位民众把车辆移出来，我们要开始施工。这块占地大约2200平的国有土地，预计闢建停车场以后，会用来容纳250台的汽车。至于农历春节期间，市府交通局嘛成立诊平，提供民众作为临时的免费停车。农历春节过后，会来开始进行施工。台南新闻李英根采访报道。干乐阿舍美术馆今年迈入10周年，创办人同时嘛是艺术家曾英东，
举办大美10年特展，透过80件作品，见证美术馆早当来成长的过程。艺术创作超过半世纪的曾英栋，把中华电信的仓库机房变成宽阔美丽的艺术展示空间。这间甘乐阿舍10年来举办过无数的展览与活动，不仅扶持新锐艺术家，也吸引众多国内外知名艺术家。这几年，你说这个钱从哪里来？真的不知道。就是该用钱的时候，老天大概就会派天使来给我们买一些作品，所以这个美术馆就莫名其妙维持了10年。所以这10年，这个我在想说，有点像感恩之旅啦。我就请这些收藏家来一起参展。一路走来得归功许多贵人相助，这次规划的大美10年特展也不例外。邀请收藏家出借作品，呈现多年来的创作轨迹，从气势磅礴的复合媒材、趣味生动的雕塑，到充满当代色彩的数位版画都有。特别的是有主题性。这10年来的作品跟以前是不一样，因为在2012开始，我大概有2个主题，一个是爱，一个是钱。我把这2个符号结合，变成作品的系列。比如说，他画山就变金山银山，他做树就变成生命之树、发财树。曾英栋作画天马行空，像是把脚踏车零件巧妙融入链条、齿轮，变身成海洋生物。热情多元的创作精神，正是甘乐阿舍美术馆10年来的核心理念。下一个10年，他希望自己身体健康，才能继续画下去。记者盛怀台南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6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台南一间手工面的店家，面条全拢是头家手工现做，会根据当天的气温甲湿度调整面粉甲水的比例，让面的口感更加 Q 弹。开业17档，累积未少好口碑。位于北区公园路上的手工面专门店，开店营业前的第一件事就是忙着制作当天现用的面条。不同于其他多数店家直接就要现成的，林老板不怕辛苦，每日手工制作，为的就是要让消费者品尝到筋道十足、口感 Q 弹的家传手工面。面条口感是 Q 的那一种，外面很少吃到。跟我爸爸学的，我爸爸是跟爸爸弟弟的那个老婆。吃了很多家面店啊，我觉得你们家面条口感比较不一样，就很 Q， 很好吃啊。用的比较粗一点，粗一点是正常应该都是比较细一点。面条会如此 Q 弹，除了是选用优质的高筋面粉外，林老板也会依照每天的气温调整和面时水的比例，如此才能维持手工面筋道十足的独特口感。我用那个高筋面粉。高筋面粉，对，是面粉的问题。对，面粉有差，筋度有差。筋度啊，水的比例呢？看天气。看天气。看天气。没有固定的比例啊。所以就纯粹就看每天的天气去做改变的。就是如果天气冷的话，水就是要多一点。除了手工面诱人，这家店的水饺、卤味也相当受到消费者喜爱，有些人甚至1个礼拜至少来吃一次。它的面条我觉得很 Q， 之后卤味呢，我觉得淡淡咸咸的酱油味，我觉得配面起来也很好吃，之后水饺也很好吃，所以我1个礼拜会大概来1次至少。手工面专门店用餐环境干净明亮，让消费者安心。各式干面、汤面口味众多，更是吸引人。其中的沙茶半熟蛋汤面更是一绝，面食主义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
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丰岛老人福利基金会台北服务处每到岁末寒冬，拢会发起渡己弱势长辈关怀计划，募集规档的服务经费，帮助因温馨过年。上座了。在厨房中忙进忙出的是80岁的李胜阿嬷，她将和据点的其他阿嬷一起办桌请客。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南港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每年农历年前都会举办围炉活动，今年席开6桌，邀请南港据点、南港志工站居家关怀的长辈、志工及友好企业，共计有25位长辈，超过60位的参与者一起提前围炉。遮食饭有欢喜无？有啊。安怎欢喜？啊，就大家唱歌，啊比歌，啊写字，感觉大家真亲切呢，敢若姊妹啊同款，啊马久拢转去啊，转去10岁，我隔壁的做的嘛转去几落个啊。啊，就来遮甲大家讲话。啊，我即马马久脚袂当爬起车啦，我煮下日的时候，2支脚拢甲转去。啊，无跋倒呢，真欢喜啊！啊，伊就遮会活动安尼，我就感觉足欢喜的啊！啊，阮这主办的袂歹啊，啊，就逐个来斗相共安尼。这昨昏就有加减传啊啦，啊，家人吼，佮为个创热啦，为个迄落安尼，袂啦，啊欢喜就好啊！啊，因主办的遮欢喜就好啊。做复杂那个南瓜啦，有一个大南瓜，大南瓜里面的要真的东西呀、吼，真的干贝啦，啊，什么迄落，通通有干贝啦，有迄落蛤蟆啦，啊有葱头啦，啊有迄落奶油，要牛奶啦，吼，啊佮有迄落金瓜罗拍汁安尼，啊汤头爱料好安尼。噔噔噔噔噔，没有音乐的，噔噔噔噔噔来哟，噔噔噔噔来了，噔噔噔来哟。呜呜各归各，呜呜各归各，呜各归各，呜各归各，天空呀。南路太南路，在哪路啊？你的家乡在哪路啊？岁末年终，当大家开心期待新春团圆之际，社会角落中仍有许多孤单弱势的长辈需要关心。他们面对孤单无助的生活，很容易在寒冷的时节感到身心疲惫。弘道基金会每年发起独居弱势长辈关怀计划，提供长辈除旧布新、办年货、围炉餐等有年味的服务，关注长辈身心状况与需求。我们每年呢都会帮长辈做一个围炉，然后大概4年前呢，我们就想说，其实有很多的企业还有民众支持我们，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一起围炉，然后是我们长辈自己做拿手菜来邀请这一些长期支持我们的企业或民众，所以大概4年前我们就开始有这样子的筹办，那一直到今年大概有10道菜，有大概将近一半是我们阿嬷自己亲手做。我们希望当然可以跟我们一起的捐款人，还有我们的企业一起来有一个过年的这样围炉的餐会以外，我们也希望他们未来在长期也可以持续的支持弘道助老的服务。基本上没有特别资格限制，很多人都说据点可以65岁，当然用政府的规定是65岁以上可以来，但是如果您是65岁以下，其实是可以一起来，然后担任志工，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在社区据点一起来生活这样子。我们目前大概有20几位的长辈，大概周1到周5每天早上到下午会一起来这边一起生活。我们会有很多的课程多元的内容，包含如果是健康促进，然后像我们最近这几年一直在推的营养的健康，还有我们的口牙，关注我们的口牙，甚至于听力等等，甚至于最近比较夯的是，譬如说防诈骗等等的议题，它其实可以在这里一起来有收获这样的资讯。
南港据点的围炉活动，从菜色的拟定、备料、烹煮、出菜，都由据点的长辈们一手包办。其中也有多位是中破塞退休的阿嬷。红道一直想改变长辈被服务的个案形象，他们也可以是被需要的角色。因此，南港据点安排阿嬷亲手做的活动，一边让长辈在餐食中有多样的选择与变化，让长辈有表达意见的机会，也从下厨中找回主导权。重要的是一起围炉，感受年节氛围，满足心灵慰藉。记者温俊台北报道。桃园市府今年头摆结合南门市场资源，伫南华街举办年会大街，唔那好买好食，也阁有精彩表演，消费满意也可以当抽大奖。我们南华街这边就是过年的时候大家最喜欢来买年货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年想说，我们干脆把这一段路封起来，变成年货大街。年关将近，家家户户都要准备采买年货迎新年。桃园市政府今年首度结合桃园市南门市场资源，在桃园区南华街丰街举办2025桃园年货大街，从14号开始一路热闹到28号，有80个精选摊位，类型应有尽有。消费满1000元还可以获得2张摸彩券，有机会把首尔双人来回机票带回家。南华街素来就是我们桃园民众最喜欢买年货的地方。今年我们首次的尝试，把南华街一段丰街变成打造成年货大街。从今天14号开始，连续2个礼拜，这边呢有桃园我们精选的最杰出的80个店家摊商，展现出他们的浑身的解数，做出他们最好的，不管是商品、食品等等，让我们需要采买年货的朋友可以来这边一次购足。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的创举，我们希望说打造南华街成为我们桃园最有特色的年货大街。这是桃园市区第一次举办自己的年货大街活动，南门市场自治会会长表示非常乐见其成，期待能为市场带来更多人潮与商机，也让摊商们被更多人看见。而且市场内还有一般超市卖场少有的活鱼跟生鲜肉品可以采购，以及多家老字号商店，欢迎大家前来采买。我们南门市场里面有很多优良商家，就像我们刚刚介绍的新家乡，它已经传承一甲子了，而且它每一次过年啊，像那个就是外送的平台就已经满到不行啊，所以它的那个肉啊，牛肉干啊、猪肉干啊，还有那个肉质都非常好吃，而且非常新鲜。我们这个是第一次在这边办的年货大街，当然我们觉得啦，它应该是会带动人潮啦，让一些我们在南门市场没有被看见的那个摊商会被看见，还有会聚集更多人潮。我希望它会更热闹。2025桃园年货大街从1月14号一路热闹到28号，不仅好吃、好买、好逛，活动期间还有街头艺人、掌中戏等丰富舞台活动。假日舞台还有奖征答送好礼，消费满额抽奖，还有机会把首尔双人来回机票、电动机车、iPhone 与家电等大奖带回家。记者赖伟一统报道。为着减少高雄冈山捷运站对周边居民的噪音影响，在地方的争取之下，高雄捷运局请专家把原本的隔音壁修正，换成金属起音板，同时延长到2130公尺。启用了后，地方的感受非常明显。尽管是平常日，仍有一些民众搭乘捷运到冈山车站，再转乘其他交通工具，带来了交通上的便利。但自从冈山捷运站6月底开通后，因为是末班车站，所以运行的时间到晚上12点。附近居民听到车子来来回回，实在吵到睡不着。幸好现在的隔音墙已经有了修正。隔音墙建完了之后，是礼拜这边是没有再听到那个。沿线的居民跟里民，然后再有后续的问题反映，就是说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改善的地方。里长说，隔音墙延伸之后，附近的居民表示，声音确实没有以前那么大了。原来，其实在冈山捷运站原本只有规划290公尺的隔音墙，所以隔音效果十分有限。捷运局听取地方民意后，将隔音墙的形式做了修正，并从原本近300公尺延长到1130公尺。
那虽然这个部分我们在整个 SGS 的一个环境测试、这噪音测试的部分都有符合标准，但是为了要顾及我们民众在整个未来在捷运站周边的一个感受，然后所以我们市府也就是全线就是在这整个这个 RK1 车站之前到阿公电系之间，我们全线两侧都有做我们的这个隔音墙。捷运局指出，因应捷运冈山站已经开放通车行驶，隔音墙工程必须利用列车收班后凌晨0点到4点夜间施工的方式，以避免影响捷运正常营运，并尽量降低对地方居民的影响。原本整体施工工程预计年底会完工，目前已经提前到11月底完工启用。记者魏国庆、黄子倩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1月2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守怀，咱再会。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捐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四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四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关注好的内容，让生活不再迷惘。善用网络，转出精彩人生。现身和投资群组，传授心法，保证获利耶！下载 APP， 投资储值。等一下，我没有开任何投资群组，这个是诈骗。打诈新四法上路，扫荡投资诈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四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租屋看屋时，
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